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 Leo Education Channel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 Year 10、Year 11家長都會問嘅問題：小朋友 GCSE 階段讀咗 Level 3 Additional Maths 其實有咩用呢？有啲家長會覺得 Additional Maths 聽落好似好勁喎，係咪讀咗之後升 Sixth Form 或者申請大學會特別有優勢？亦都會有家長有擔心就係如果學校有開，但小朋友冇讀，咁會唔會輸蝕呢？會唔會影響之後讀 A-Level Maths 或者 Further Maths 呢？首先要講清楚一點。Level 3嘅 Additional Maths 唔係 GCSE Maths 本身，亦都唔係 A-Level Maths， 佢比較似乎係一個介乎 GCSE 同埋 A-Level 之間嘅數學延伸課程，通常係俾數學能力比較強或者目標 GCSE 高分嘅學生去讀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對最大嘅作用唔係多一張證書咁簡單，而係幫學生提早接觸更加高階嘅數學思維，例如 Calculus、Logs、Functions、Advanced Algebra、Problem solving 呢啲內容都會比普通嘅 GCSE Maths 更加接近 A-Level Maths 嘅感覺。咁第一個好處就係幫學生去銜接 A-Level Maths。好多學生 GCSE Maths 可以攞到8或者9，咁但係你去到 A-Level Maths 之後就會突然覺得難咗好多。點解呢？因為 A-Level 唔係淨係計數快，而係要求你去理解個概念、處理代數、寫清楚 reasoning， 同埋面對一啲比較陌生嘅題型。咁如果學生讀過 Additional Maths， 佢通常會對 A-Level Maths 嘅初段適應得快啲，因為佢已經見過部分更加進階嘅數學內容。第二個好處就係幫學生去判斷自己係咪真係適合讀 A-Level Maths， 甚至 Further Maths。因為有啲學生 GCSE Maths 成績好，但其實未必真係鍾意深入數學，而 Additional Maths 就好似一個 preview， 俾學生去感受一下更加高階嘅數學係咩玩法。咁如果佢讀完覺得好有興趣，咁 A-Level Maths 甚至 Further Maths 就可能係一個合理嘅方向。但係如果佢讀得好辛苦，或者覺得壓力好大，咁家長你就要諗清楚啦。升 Sixth Form 係咪一定要揀最數學化嘅科目組合呢？第三個好處係對 Sixth Form 嘅申請可能會有幫助，特別係如果小朋友想申請一啲比較 academic 強嘅 Sixth Form， 又或者 Grammar School 嘅 Sixth Form， 咁 Additional Maths 可以某程度上反映佢數學能力同埋學習嘅挑戰性。咁當然啦，學校最主要都係睇返 GCSE Maths 嘅成績啊，整體 GCSE 嘅 profile 面試表現啊，科目要求呢啲。咁 Additional Maths 係唔會取代到 GCSE Maths 嘅 Grade 9嘅。咁如果兩個學生嘅 GCSE profile 差唔多，其中一個讀過 Additional Maths 而且成績唔錯，咁的確係可以令到學校覺得佢喺數學嘅 foundation 係比較強。第四個好處係對一啲未來想讀 STEM 啊、Economics 啊、Computer Science、Engineering 呢一類嘅學生有幫助，因為呢啲方向都會好重視數學能力。而 Additional Maths 唔代表大學一定會加分，但係佢可以幫學生早啲去建立數學嘅底子，亦都可以令佢之後讀 A-Level Maths 更加有信心。不過我要講清楚， Additional Maths 唔係每一個學生都一定要讀嘅。如果小朋友本身 GCSE 嘅 Maths 仲未夠穩，又或者其他科目壓力已經好大啦，咁與其勉強去讀 Additional Maths， 不如先確保佢嘅 GCSE Maths、English、Science 同埋其他主科嘅成績穩定先。因為最後 Sixth Form 同埋大學最重視嘅仍然係一啲正式嘅公開考試成績。如果因為讀 Additional Maths 而令到 GCSE Maths 或者其他科目嘅等級跌咗，咁就未必值得啦。所以我會咁建議嘅。如果小朋友數學能力強，目標 GCSE Maths 8或者9，而且將來好大機會會讀 A-Level Maths 啦、Further Maths 啦、Engineering、Computer Science、Economics、Physics， 咁 Additional Maths 係值得考慮嘅。但係如果小朋友數學只係中上，又或者對數學興趣一般，咁你就唔需要因為見到人哋讀你就跟住去讀。咁總結一句，Level 3 Additional Maths 最大嘅價值唔係嗰個證書本身，而係幫學生提早去接觸 A-Level 嘅數學思維，測試一下自己係咪適合走一個數學化嘅路線，同埋建立更加強嘅數學 foundation。咁家長最應該問嘅唔係讀 Additional Maths 係咪一定有用，而係第一，小朋友 GCSE Maths 嘅基礎夠唔夠穩；第二，佢將來係咪好有可能會讀 A-Level Maths 或者 Further Maths；第三，佢係咪享受一個數學嘅挑戰；第四，讀 Additional Maths 會唔會影響到其他 GCSE 科目嘅成績？如果答案係正面嘅，
咁 additional maps 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延伸。但係如果答案唔清晰嘅，咁你就唔需要盲目去追求。如果你而家都唔肯定小朋友應唔應該讀 additional maps， 又或者想知道佢將來 A level 科目應該點樣配搭，咁歡迎 WhatsApp 俾我哋查詢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準備 GCSE 或者 Sixth Form 嘅家長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